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有 Cutty 啦。嗱，今日咧做完一部 McCann 嘅 PPF 啦，正有一個機會咧，俾我哋去望一望咧，究竟點樣為之一個好嘅 PPF 咧？咁其實咧有3個要素咧，大家可以留意翻嘅。首先第一樣清晰度，第二光亮度，第三就係佢反射嘅影像清唔清晰啦。嗱，清晰度嚟講咧，當然係講緊貼上去之後嘅透徹嘅程度啦，會唔會令到架車蒙查查，定係都仲係好清澈，可以見到佢本身嘅原裝油嘅。咁而第二樣咧，光亮度啦。咁貼咗 PPF 之後咧 ，suppose 係會提亮嘅，會令到個車漆咧個亮度咧係比佢原裝油係更加靚嘅。而第3樣影像嘅清晰度咧，其實都好緊要噶。究竟貼完 PPF 之後反射出嚟嘅影像會清晰咗、細緻咗啊？定係好似重噴過咁一嚿嚿有啲橙皮紋咁樣呢？咁所以咧呢3個因素咧都係缺一不可嘅。跟住落嚟，等我俾大家睇翻一啲示範嘅 video。再加上市面上已經有一啲 PPF 係有自帶線水功能，你會覺得咁樣更加完美呢？